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6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10份无本土病例，也阁有一个死亡的个案，本身是有糖尿病，另外阁有7个大病疾病的案例。若进前有一个是解除隔离2天了后才发病，即马伫伊大防疫旅馆隔壁一个查甫人嘛发病，这是拄好，也是防疫旅馆出问题，牵连性也阁来调查。指挥中心15公布国内本土疫情加0，不过新增加一名死亡的个案，是一个50多岁本国籍男性，有慢性病史加相关的活动接触史。6月初3采检是阳性，6月初4因为诊断断医治疗，加工确诊。8月10解除隔离，11月19死亡。那6月3日采检为阳性，6月4日因呼吸喘住院隔离治疗，6月5日确诊，8月14日解除隔离，11月19日死亡。另外，新增加7个境外移入个案，其中新增加案例1687项，甲对柬埔寨入境18天了后，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确诊的案例16859，2人住伫同一间的防疫旅馆，也引发大家注意。还有一些基因定序跟旅馆内部的这个环境等等这些调查在进行当中，所以确实是不排除说，如果最后厘清了感染途径、感染链之后，会将这个其中的个案由境外入改判为本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案例16859在12月初10离开中正区防疫旅馆，当时采检阴性，等去做了13出现脑痛，CT 值只有12，第14确诊，是不是在防疫旅馆画到？指挥中心回溯调查，对防疫旅馆社区接触者来进行包列。发现刚13楼的住户有11人，4个检测是阴性，有1个是阳性，就是境外移入个案案例16870项，2个人唔拿大入去时间定他房间啊小隔壁。大家注意的是，案例16870项伫初5入境，初6先发病，2个案例是不是高度感染，也是独立的案件，也有待后续的基因定序。所以他在12月5号已经采检过，所以当时是阴性，所以在12月6号，中央今天记者会也有说明。因为他是前一天才采检过，所以6号的部分就先了解他的症状，然后给他相关的投药。对案例16870项，对美国登来台湾，共集团有20人，拢住伫共一间的防疫旅馆，分布在无共站楼。对此，台北市府加19位团员加1个共站楼的旅客，先送到集中检疫所来地处隔离，安排采检。这站楼即阵已经全面来清空，也采检旅馆的工作人员。黄珊珊讲，国际疫情一直拖，防疫旅馆为着风险可能比病院较悬。中央若通知爱做第3档的疫苗，会要求工作人员去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 Omicron 变种病毒继续在传，英国已经出现头一个 Omicron 的死亡案例。英国政府即马是表示 ，Omicron 伫室内传的速度是比 Delta 悬3倍，所以英国目前已经加做第3档的时间缩短到3个月。但国内有医生是建议讲，台湾会当参考英国的做法。英国伫咧当地时间13出现头一个 Omicron 死亡个案，当局唔敢靠势，除了宣布实施比计划，要求民众尽量伫咧厝诶做工课，出入室内公共场所就拢爱挂嘴暗。英国政府也针对 Omicron 变种病毒做监测甲调查，证实讲 Omicron 伫咧室内传染诶风险比密切接触者要悬，而且也比 Delta 更较高危。14天之内，它针对家户传染这方面 ，Omicron 它相对于 Delta 它的这个传染力的倍数有高达3倍，针对亲密接触者的话更高，也有高达2倍。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建议，只要是 Omicron 找到的这样的一个确诊病例，或者他的可能接触者，希望还是能够用高规格的14+7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检疫，那么一定不要进入我们的公共集会场所，特别在这个跨年以及春相关的活动里面，那可以确保台湾防疫的安全。专家表示，虽然即马无证据显示 Omicron 重症甲住院的比率会比 Delta 要大，不过就惊免疫的失效，英国已经伫咧11月底缩短至第3档有风险的时间，第5个月缩短到3个月，拢做 mRNA 保护力会当有7成。目前英国的数据是打完第3剂，也就是加强剂之后的2个礼拜看出来的真实世界数据是都还有70%以上的保护力。即阵国内做过第3档有风险的有3万多人，要维持第2档甲第3档爱人至少5个月。专家呼吁除了爱严格抵挡 Omicron 对境外侵入社区，个人的防疫措施也袂当放零。记者阿明金、夏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温暖好天，高温会到30度，也毋过拜五就冷气团会到位，温度是剩无10度。
再来看今仔日温度。今日敢若伫东半部有局部地降雨，西半部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也毋过早暗会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是14度3，日是温度会回升，今仔日的高温有26度至30度。若拜五是有一波冷空气会到位，北台湾会转淡冷，全台湾的温度拢无到20度，愈换愈寒。若拜六会是上介寒，透早剩无10度。另外，中度的风台雷雨按算伫拜六礼拜会进入南海了后会转北，可能会挖进咱台湾。所以受风台外围环流水汽的影响，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三，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中南部嘛有机会会落雨。来关心，为着要互咱大家对地动有警觉，气象局甲新北市政府即马是签署地动预报的 MOU， 要强化地动的预警系统。准讲北部发生大地动，预警的时间会对10秒钟缩短到7秒钟，随发出警报。卡图机伫咧卡14张历史公园，位在新北新店的拥抱中卫区，敢若看到边的所在，也有一间白色建筑物正伫兴建。这是中央气象局甲新北市府合作设置的地表及时强动站，要来强化地动的预警系统。地震发生，我们在7秒内就能够透过新北市的这一个客制化的系统，能够通知到所有的新北市的相关的单位。那新店包含金山商会这所在，之下地动仪观测站已经完工啊。另外，副市长谢正达15代表市府甲气象局来签署合作备忘录。预计在新北先起第一座之下地动站，并且升级现有36座及时强动站。即要北部发生大规模浅层的地动，警报发布时间上紧明日开始，会对地动了后10秒缩短到大约7秒。一年主要是还是以北部地区为主，未来明年后年，就会有往中部南部。那未来的目标其实是进入到5秒内。由新北市的人口真密集，比例最头一波有定建地的城市，也是全台头一个由气象局甲地方管区签订的地动预警备忘录。新北市府也表示，未来搭配气象局的动度速报系统，强化防救灾能量，也使有效提升地动的应变甲救灾动员。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总会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连江县议会昨昏3读通过光害管制主题条例，管制上光的广告、大型的电子看板，也有车辆的头顶，也是渔船的电火，这拢是即马是专做咱全国头一个制定光害管制的地方政府，相当会罚10万块，伫年底进前就会实施。来关心联合报，根据交通部道安会的统计，最近这几档啉烧酒赛车的案件有下降的趋势，也毋过今年初到9月份9月底，啉烧酒赛车拢是死亡的人数有233个人，这是比去年同期搁加28个人。交通部即马是表示讲，咱政府这几年有修法、有加重处罚，已经有发挥效果，也毋过嘛已经慢倍进步啊，下降的比例已经无英过遐尔明显啦。来关心《中国时报》，法务部执行署、花莲分署甲花莲警方即马合作，伫苏花街的路段利用车牌的辨识系统，咧抓有欠政府钱的车主，相当会互扣车。伊同一天就查到2台车欠钱无纳的车辆，其中有一个陈先生当场互扣车，伊随乖乖啊甲健保也有交通的罚单一概全部拢纳清。来关心即马啥物拢咧起，连锁的水饺店嘛宣布讲，一粒水饺要起5角，那连锁的排骨便当店嘛讲要起5块至10块，连当季爱食圆仔嘛起1成。主计长伫立法院就表示讲，明年3月份，咱进前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也毋过今年的薪水算的成长率敢若1%，根本对袂着阵。再拄仔摕到包好的排骨要炸走，一个小姐看到手头的发票，讲物价实在关甲互伊踹一个。我想说，70都可以买一个便当哦，既然我只是单买一份排骨，70算了。一块排骨的介绍，我买便当价，互伊无想要搁加点其他品项。连锁快餐店牛舌和排骨已经伫店面打广告，10日开始介绍条款，每一个品项差不多起5块至10块。物料那个成本提高啦，就决定说要提高一些部分的商品的那个价格。
安尼连锁煎饺店北方分集虽然介绍也袂调，毋过要伫16开始，煎饺水饺每一粒要起5角，面完了要调整，起价幅度差不多5块左右。因为东西都一直涨，那我们薪水没涨，那付出的钱一定是比较多的。薪水幅度是比较就是没有到像物价那么涨那么快。对啊，就幅度这两个是有落差。同齐爱食的圆仔也起价，其中桂冠圆仔伫超商的通路每一盒为52起到60，起价幅度超过1成。不少人拢会订送到厝的嘉南圆仔冷，也要伫明年1月开始将品项调悬5块。因为规个餐饮业逐项拢伫起，主计长朱德明15日立法院表示，国内确实有物价起价压力，不过也未当算是通货膨胀。实质薪资有成长，也就是高于物价上涨的话，不舒服感就比较不会那么大。我可以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目前的实质薪资的成长，今年大概是1点多。朱德明表示，明年3月进前，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率拢会维持伫2%左右。外口一物件物价起价相对有感觉，不过若是实质薪资有成长，就会当减少冲击。不过今年实质薪资成长差不多是1%，也对袂到物价的波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3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759例。中国的病例有99000多例，日本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51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000万例啊，法国嘛超过837万例。秋冬的病毒咬炭，加上新型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嘛炭真紧。欧盟即马是宣布讲，要针对5岁至11岁囡仔注意放射。这个查甫囡仔要注射进前，爸母伫咧边仔一直甲伊讲话，注射了，护士问伊敢会疼，伊摇头讲袂。欧盟2700万位5到11岁有资格注疫苗的囡仔，自即马开始，因的生活就敢若这张海报顶头所写的同款，我即马会当自由自在出去耍。Emozionata, un po' d'ansia, però torniamo a vivere. 第一批的囡仔专用的高剂量辉瑞 BNT 疫苗已经配送到欧盟各区。当局为了要避免各发生进行大规模断疫情形，15开始予囡仔注疫苗。虽然大部分的囡仔感染了未引发重症，也不会感染予其他的高危险族群。这么伫西班牙、德国、丹麦、荷兰，大部分感染的拢是囡仔。Es ist tatsächlich so, dass wirklich viele Eltern gerne ihre Kinder impfen wollen, weil sie große Sorge haben. 欧盟顶国嘅批准儿童剂量嘅辉瑞 BNT 疫苗注射无强制性，不过就系家长同意。伫希腊，包括教育部长在内的家长，12岁以下囡仔有约要注的已经有超过3万位。西班牙即马12岁以上有要到9成已经注过2剂有放射。即摆目标是要伫咧圣诞节进前，予所有囡仔拢会当注着。上下日发予注射的囡仔勇气奖状。法国是予36万位高风险的儿童生子，另外也因为新变种的 Omicron 传播速度正紧，确诊数每2天就变倍。世界各国正伫咧加紧注有放射，防止医疗体系崩解。世界卫生组织伫咧15讲，现有的防疫工具会当对抗疫情，正希望会当伫咧2022年就当终结这场大流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继续关心世界卫生组织是发出警告，表示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传的速度正紧，目前已经有81个国家也是地区出现病例。另外，南非的研究嘛显示讲，做2档 BNT 的预防射对新的变种病毒保护力剩33%，也毋过为着了后，赶快要有7成的保护力，会当预防感染者变重症。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伫全球拖真紧，已经有真侪国家地区出现确诊病人。WHO 世卫组织就是甲对此发出警告。77 countries have now reported cases of Omicron, and the reality is that Omicron is probably in most countries, even if it hasn't been detected yet. Omicron is spreading at a rate we have not seen with any
previous variant. WHO 讲，根据感染状况，欧洲部分国家未来几天可能会观察到Omicron正组主要传染的新冠变种病毒。烦恼伫正日年尾假期的时阵，是因为民众聚会增加，互传染拖搁较紧。嘛，烦恼真侪国家敦促做对家这计划，卖加重疫苗分配无平均的状况。另外，南非上大医疗保险公司 Discovery Health 超过21万人的初步研究显示，即卖疫苗辉瑞变体疫苗对Omicron的防护力降低到只剩33%，不过伫防治重症断疫几率依然有70%的保护力。The vaccine effectiveness has reduced from 80% in the Delta wave to 33% now in this Omicron wave against COVID-19 infection. Quite a material reduction. The vaccine effectiveness of this double dose of Pfizer-BioNTech holds at 70% in the Omicron wave against severe complications of COVID-19, which we measure by hospital admissions. 世卫组织统计，过去一礼拜非洲确诊病例增加83%，不过死亡人数却比之前疫情更较低。有愈来愈侪证据显示，新变种病毒比以前的变种病毒更较高软疫苗保护力的抗胖。不过确诊了后的镜头会较轻，有关提醒民众爱细致，因为病例增加有关造成医疗体系严重负担。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来香港，咱来关心香港的铜锣湾38载楼仔悬的世贸中心昨中昼发生火灾，因为是食中昼长的时间，大楼内底人真多，有300多人吊伫厝尾楼尾顶。消防队是出动分推车去救人。这场大火一直烧到昨下晡4点半才拍花，有10多个人送病院。大楼一直呛烟出来，消防人员坐分推车，想要甲吊伫咧顶头的民众救出来。香港铜锣湾正有名的世贸中心，15中昼突然间大火呛烟，佮拄是食昼时间，有真侪人伫咧内面食饭，经济真紧张。铜锣湾世贸中心有38站，大部分拢是商场、餐厅甲娱乐场所。不过火警发生时阵，有真侪老残的警报甲喷水系统拢无震动，真侪人是披着臭大鼻才赶紧离开。有一寡人伫咧逃生的时阵，因为烟伤高无法度落楼，有超过300人吊伫咧厝顶。另外，也差不多200人吊伫咧5楼的平台。消防员到场了，认定火势已经到3级，出动呼吸器小组救援。火烧几落点钟，到下昼4点半才拍花。香港的警消人员讲，总共疏散超过1200人，有13个人因为吸到烟雾爽快送病院，其中1个人有性命危险。初步调查导火点可能是伫1楼的机房，不过详细导火原因也会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齐欢玲编辑。同款拢在互欧美国家抵制的中国加入俄罗斯，两国的领导人伫昨昏举办视讯峰会。习近平甲普丁两个人骂啊骂，拢强调讲两国是好朋友。普丁嘛全力支持北京的冬季奥运，佮讲真侪国家无要伫北京的冬季奥运派官员去参加，不过因两个人已经讲好势啊，伫冬季奥运的比赛期间会面对面会谈。中国甲俄罗斯的领袖习近平甲普京伫今仔日举行视讯峰会，因顶礼拜拢无受邀参加美国召开的民主峰会。普京讲，两个国家是21世纪国际合作上好的典范，互相无干涉内政，尊重彼此的利益，为和平界营救和平。Рассчитываю, что в феврале следующего года наконец-то сможем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и лично в Пекине. Как мы и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как условились, мы с вами провед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затем поучаствуем в церемонии открытия зимних Олимпийских игр. 习近平对普京坚决支持中国维护国家重大利益的努力，并且坚决反对伫咧两国之间破裂的企图，表示感谢。中俄两国最近拢遭受来自西方庞大压力。中国因为涉嫌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一个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面临西方的谴责。另外，中美之间也因为贸易实行加台湾的问题有分歧。伫俄罗斯这方面，是因为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一个对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下毒加监禁，监管受到制裁。再加上最近俄罗斯派兵到乌克兰边境，和当地情势紧张，北约指控俄国可能伫咧马年初会侵犯乌克兰，准备要提出新的制裁。分析认为，中俄这两个处境同款的国家，想要借着这边的峰会互相送暖，并且伫咧国际舞台挽回民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总统拜登是公布上新驻外人员提名名单，金华的出兵的选手关英山是要去做美国驻比利时的大使。来关心莫德纳公司有提出警告，讲患者若是同齐去为着 Omicron 甲 Delta 这两款变种病毒，安尼就有可能就会出现新型的超级变种病毒。来关心美国的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建议邀请咱台湾参加每年环太平洋的军演，强化咱台湾的防卫能力。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尼加拉瓜宣布要甲咱台湾断交，要甲中国建交。尼加拉瓜的总统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是直头抱中国，讲中国的好话，嘛批评欧美袂使无甲中国看在眼内，佮要求咱驻尼加拉瓜的人员12月23进前拢爱撤离。若上新的消息，咱外交部嘛表示，徛伫对等的原则，嘛已经通知尼加拉瓜伫咱台湾的人员爱共一个时间内离开台湾。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第二遍断交，转向甲中国建交了后，美国的总统奥德加最近发表挺中的言论，俄罗中国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强国，欧美国家爱重视。seguro de que el mundo no puede ignorar lo que tratan de ignorar las potencias que apuestan por la hegemonía. Los Estados Unidos, los europeos, que se creen dueños del planeta, ellos irrespetan. 对美国以侵犯人权对中国实施制裁，奥德加指控美国喊过，也呛声讲美国正紧就袂搁再是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尼加拉瓜过来对甲台湾断交有正反意见。Me pareció a mí una situación bastante temeraria de parte de Ortega y la Cancillería. Romper relaciones con China, Taiwán. De habitantes tiene China, hay una apertura de un mercado gigantesco. Además, la posibilidad del apoyo de China continental en proyectos, hasta tal vez el canal interoceánico saldría beneficiado con eso, porque China sí tiene la capacidad para construir el canal interoceánico. 尼加拉瓜甲中国才建交几天。中国就送进100万剂新冠疫苗，其中20万剂中国国有的疫苗已经送到位。咱国目前只敢若剩14个邦交国，或者讲海地、史瓦蒂尼甲高庭可能有状况，洪都拉斯也要注意。中国各大班也叫这个友邦爱认清姿势。欢迎所剩无几的若干个台湾的所谓邦交国认清大势，早日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历史和现实再次证明台独是绝路。尼加拉瓜国会14紧急通过法令，总统奥德加已经签署取消甲咱国自2006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并且即间予大使馆人员2礼拜时间撤馆，要求咱方外交人员伫23圣诞节进前撤离。咱外交部也已经通知美国驻台大使馆人员伫同款期限内离开台湾。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编译。咱拜六要举办公投，即个有4个公投案，所以有4张无同款色水的选票。若这4张选票，乡亲嘛无一定讲限定爱全部拢领，嘛会使领你想要投的就好。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昨昏嘛有去了解选务目前准备的状况，也有模拟投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是表示，希望今年会当伫暗时10点进前完成开票。画面内底选务人员甲投票的民众帮体温。今年公投只也毋是检票，居家隔离的民众，就算体温帮出来有发烧，也是会当投票。选务人员会发手录互伊，而且要求签姓名册声明书，再个安排专用的路线互伊投票。了后，选务人员嘛去做消毒。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伫公投前3天去投票所视察准备的情形。今年公投选票是以无共色水来区分4大公投案，因为民众会当选择敢若领部分的选票，选务人员会伫领票的名册顶悬做注记。另外，中选会嘛增加登票计经的数量，不过立委也是烦恼无够用。从来没有任何一次的这个选务，它的圈票遮屏是拉卡都给卡，从来没有。丢了，我觉得了哈，我最后再一个建议啦，签票处签票的这个遮屏要多准备了，都会花更多时间了因为他要想，他要看这个也给你们建议了你们希望几点前可以有投票结果？至少10点前应该都要可以有投票结果。李进勇嘛提醒民众，
投公投票的时阵，若是有公投相关的文字、符号或者是图，才会相关的衫、甲配件，还有喙罨等等，是袂当穿嘛袂当挂。若投票所4块围啊30公尺的范围内，袂当有相关的宣传品、干扰、影响或者是妨害别人投票的行为等等。另外，虽然公投投票日迄天并无禁止宣传规定，不过投开票所附近超过30公尺的范围，要是爱注意，若是有妨害、扰乱投票进行，或者是妨害民众自由行使投票权，这拢是违法的行为，会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拜六就要举办公投，哪力即马拢在催票。民进党的中常会嘛刷去高雄。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是强调，公投会影响南台湾的经济。咱台湾要拼过韩国，就爱顶4个无同意。那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去桃园甲新竹，呼吁大家用4张同意票来驾驶民进党。台湾更有力。一礼拜公投即要到啊，郭定亚一直伫催票。民进党中常会超工来到高雄，南部县市首长陈其迈、黄伟哲、潘平安共场来呼吁投下无同意票。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强调，公投甲南台湾的发展，尤其是真相关，也是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选择。我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民粹凌驾民主，政策反反复复，外商还能放心投资我们台湾吗？尤其是在我们南台湾进来的投资是越来越多。蔡英文更加表示，即要维持即阵发展的速度。2005年，台湾人均 GDP 有机会超越韩国，诉求经济表现，希望催促南台湾的投票率。国民党除了政车在新北市伫扫街拜票，朱立伦也一直行桃园新竹，在公投说明会呼吁爱用民意来出发民进党。在野党有在野党的天职，我们必须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尤其是面对这么阿把的民进党，我们必须要跟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呼吁大家好好思考一下。4个同意就是民意。朱立伦批评民进党和国高用奖励攻击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对抗民意，希望大家徛出来投下同意票。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传出几年前会有重大损失，可能甲直接讲总统大选有关系。朱立伦也表示，这谣言无法度来回应。这阵甲侯友宜拢是先全力来拼公投。记者综合报道。拜六，一般的选民会领到4张的公投票，也毋过伫新竹市因有5张公投票，加一张就是地方性的公投，因是针对啉好水的公投案。透过公投，因要决定市政府敢要定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甲工业再的垃圾水用专门的水管来回收，袂使排入去溪流的水头。新竹水网收起来，1218。投出水未来。在地爆发车坡顶面大发口号，新竹市的民间团体呼吁，在2月18除了4大公投以外，新竹市也记了全台唯一第5张的地方性公投啉好水公投票，投票来决定市府是毋是订定废污水的管理自治条例，甲工业者的废污水专管来回收，无排入饮用储水口上游。新竹市民能够同意订定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针对我们头前溪以及相关的溪流上面的废水跟污水进行它的相关的规范，杜绝废污水混入我们的饮用水跟灌溉水的取水口上游。我们喝的水不是水库的水，我们喝的水真的是头前溪中下游的水，大家要一起来来希望能够同意我们的第5章的公投票，能够订定这个废污水的一个自治条例让这个废水不要再排入到我们所饮用的头前溪里面。新竹市长林志坚那对啉清气的水公投来表达支持，也是公投连署人之一，强调市府拢有推动相关的政策。在饮用水的部分，已经有修订新竹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条例，禁止新竹市辖内南雅出水口上游头前溪排放事业的废水，并且积极争取桃竹干管北水南送，解决头前溪水源的问题。2来，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喝到更好的水质的水因此喝水库水是当时我提的一个想法。那么现在北水南调的工程也在今年2月已经开工。新竹地方性公投选举人数是357083人，依法有效的同意票要达到投票权人总额1/4以上，估计要得到10万票以上的有效同意票，而且比无同意票较多，才可度来通过。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永安恒达电厂即马正在进行改建的计划，因为时间上过差，有营养、有土粉问题了了，搅差当地人的生活，佮甚至造成那人的面体处病离去必顺，勇是鱼仔、虾仔拢大量死亡，当地民众挡袂牢，伫昨早出来抗议。恒达电厂外口规定人举布条抗议。因拢是电厂附近乌拿岛的居民，讲因为电厂去年开始施工，毋但有噪音甲土炭烟，去年饲的鱼虾死去，嘛害因的厝出现必顺。大庄哦，已经要讲2万几哦，即马敢若咧讲，好，我叫人来鉴定，毋过哦，鉴定是事后，遮以前拢15000几支、6000几支还无算。实际来到民众的厝内，壁顶有必顺的不止一间。伫遮住啊吼，我住要50栋啊，即摆台电的当下来弄迄纸装哦，啊才开始闭的啊，差不多即1栋来安尼豆豆啊闭安尼啊。就安尼嘣，就足大下就对啦，足大声啦。就像啊，你地动咧。民众不满要求台电停工，台电派代表接定证书，嘛强调施工造成的噪音拢伫标准内底，毋过因愿意改善。我们调整施工的方式，我们将打击式的施工方式改成钻掘式的施工方式，好，降低噪音及震动的影响，扩大邻房鉴定的范围，大约有30户左右，以利后续来厘清责任的归属。恒达电厂去年开始新建3座轻甲式的机组，按算2024年要甲2座轻土炭机组停止运转。不过施工过程引起附近居民几啊摆抗议。记者陈家文来为做高雄报道。中国是宣布暂停进口咱台湾的往来食品，咱农委会取消路是咧拼冷冻食品的出口。昨下晡头一个货柜已经装好势啊，准备要销去日本。另外，今年6月份的时候，纽西兰宣布讲暂时禁止进口的酸亚，双方参详了后，即马有机会伫后礼拜会当恢复进口。为了克服往来食品新鲜的水果直接外销会面临检疫的困难，农委会改杀冷冻食品，用食品的形式出口。下晡头一柜冷冻食品进行封柜，差不多1栋准备空运外销去日本，直接送到消费者的手头。这个协助销售的跨国电商业者指出，日本民众介意冬天哪下烧哪食冰，冷冻往来食品会当创造新的话题。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习惯，在今年冬天呢，我们凤梨世家冷冻全国，也成为他们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冬天的冰品。总算下出第一步，台湾县农业处表示，会当小可稳定农民心情。其实，县政府伫11月中有先寄10粒冷冻果去医好饲液素，互人试食，得到的反应大部分拢是正面的，不过原来有人有淡薄意见。口感非常有趣，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会有不一样的风味，可惜外观跟种子较不讨喜。冷冻往来食品，说来也准备安排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国家。中国禁止台湾水果输入，到即马还未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咱国甲纽西兰针对酸亚努力沟通讨论，总算会当重新开放输入。纽西兰暂停输入以后，我们双方就开始坐下来谈。那谈到昨天，农委会指出，今年输出差不多1000公斤的酸亚到纽西兰。6月因为奶子检查出有蜂啊，所以酸亚甲奶子去予人暂停输入。经过提送调查报告了后，作业天数受到认可，同意恢复酸亚输入，可能后礼拜就当重新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政府鼓励大家爱运动，有运动才会健康。也毋过，亲像伫雾台的原住民部落，因为交通无方便，要安怎？即马伫咧迄个所在，就有设一个新的生活机能中心，要互老大人会当不时拢去运动。对歌谣音乐豆豆啊叮当筋骨。雾台部落时代伫最近新设的生活机能中心咧使用器材，佮有动手做石帮厝的课程，会使互老人结头壳做手工。在这里运动是很好，我礼拜上就来这里运动。一开始来的话，都会先去测量他们的身体的状况，然后了解他们身体状况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带他们去做机台的训练。那我们这边总共会有4个机台。有腹部的，有下肢跟2台上肢的训练。屏东的雾台乡伫深山，海拔有1000公尺以上，多数是大愈开族的原住民。
因拢无一搭设备较较全的室内运动空间。屏东基督教病院就结合政府甲在地民间的资源，起一间舞台生活机能中心，提供55岁以上的老大人免费使用，时段唔免落线就健身房通用，实在是真利便。我太太以前是在保健做复健，那因为她的关谷这边她有开刀，原乡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设施我们就改为在原乡。那这个就要帮助部落的长者们，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熟悉的环境，能够健康的变老了。老人家他自己想要做什么，想去哪里，他们都能够靠着自己。三地门乡的地保二部落3年前就设全国第一个生活机能中心，即个也甲相关的经验运用到舞台中心，毋望透过专业的运动指导来维持在地时代身体健康，预防失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高溪红茶真出名，茶米的品质也有产量嘛，拢真稳定。当地有茶农7年前开始投入利用生态来种茶、来做茶，嘛希望未来会当打造在地品牌。眼前一大片茶园，拢是茶农张定国用心栽培的成果。庄湖村的位置是伫海拔300至800公尺的所在，地理上是真适合种红茶。张定国以生态种植的方式种红茶，产量甲品质是一直拢维持了真好。樟湖这个环境地理非常好，它的地质、它的这个高度，还有它的整个湿度，很适合种红茶。尤其呢能够种到没有农药的、无毒的而且无除草剂的这个园区张定国一共有40多档种茶经验甲技术，考虑到现代消费者对天然食物的追求。后期伊开始研究生态农法种植，坚持茶米生产过程袂用除草剂甲化学肥料，兼顾品质甲健康，更加希望会当将这个概念推广出去。我想从樟湖做起，让云林县在茶叶这个领域里面再重新有一个亮点。我希望将这个无毒的生态园区推广我全台湾的全国的这个茶农，能够来大家来响应了高溪各地区因为海拔无同，所生产的茶米种类也无完全同款，整体来讲拢有一定的水准。茶农希望会使将茶米品牌化，早日拍出高溪茶叶的好名声。记者综合报道。咱国产的淮山，大部分拢是农民对山顶乌野生的去农场种，安尼品质就较无稳定。即马农委会有推出新的品种，名就叫做金风，当地新竹以北的农场来推广。规岛顶的淮山料理，会使煮汤，嘛会使加工成四修啊。淮山是台湾家庭日常的食材。过去国产的淮山，大部分是农民为山顶散发的来种，品质较无稳定。即马开发出新的金风淮山，以万里种做主要品种，脱真成功。迄食起来会足松，个伊的产量实在有那袂歹啦。以前的品种就是收起来，那安那就安那啦。阮是有一个目标甲做伙的一个品种。金风淮山比其他国产的淮山更较有肉，产量较好。即马当咧推广，目前是以新竹以北的农场做主要推广对象。阮选的时阵这款原生鸡人山药是北部的土壤较适合啦，所以阮初期会伫北部先来推广若是讲其他中南部有兴趣的其实嘛会使来试看卖。经济理表示，目前伫台中有咧试验脱真淮山，结果嘛袂歹，也阁有其他的品种在咧试验当中，毋望嘛会当伫中南部找到适合的淮山品种。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阳明交通大学合并了后，新的校徽即马已经设计好势，也阁有学生看到了后，讲抓准是纽约大学的 logo， 甚至阁有学生囡仔认为讲两间学校合作伙精神拢无去啊。简单的线条变做英文字母，这就是阳明交通大学新标识。经过半冬话讨论，总算是设计出来啊！只是想袂到，原地交通大学这边的学生对新设计有意见。蓝色跟黑色的部分感觉比较强调 Y， 所以 C 不太明显。看起来蛮有设计感的，但是好像跟原本的有点没有一些原本的东西吧。我们是觉得还好。还好啊。对，因为我们有看到 C。我们会有一个动态影片去代表说这 Y 跟 C 结合以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logo 因为其实 logo 很重要，是表达那个意象。
学校表示，新标识特别邀请国内真有名的设计团队参加，是以国际创新做理念，会搁再透过机会向学生宣传概念。把 Y 跟 C 这两个过去的传统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其实设计团队是非常成功的去设计出一个 Y 跟 C 的结合。那所以有些人看起来会觉得，它像 NCU， 有些人会觉得是 NYU。目前传出有部分毕业的校友想要发起联署提出反对，按算在理监事会提案，希望学校会使重新搁再修正这个新标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北市的外勤消防警员目前是上班24点钟了后会休一天，不过补休困嘛是爱24点钟才通算一天。有基层的消防警员就不满，认为安尼不合理，要求爱比较正常的工时8点钟算一天的方式来分休假。勤修法制要完善，职业安全要参与。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画口号，呼吁台北市消防局应该爱修改保休的制度，因为照劳基法，工课加做8点钟就通换保休，但是因所爱有24点钟的加班时数，才通算一天的保休。相较于其他的轮班机关的那个公务人员，比方说像狱政或是说警察，他们其实也都是以8小时去作为计算。那为什么偏偏就是消防人员是独特的，是24小时去做计算？台北市消防局表示，外勤的消防员算是轮休，唔是排班，即马是做一天24点钟就休困一天，会安尼安排嘛是考虑人力有限。像目前消防局的编制员额是2000人左右，但是实际人力只有1800人，假使若扣掉逐天休困的人数，嘛要维持有2/5的人上班，所以伫保休办法才会采用24点钟来算。就是说，他请这一天以24小时来算的时候，等于前后2天休息，3天的休息，等于休3天，等于每天8小时，这样算，等于就刚好24小时。你今天如果人力够的话，那是不是你今天所谓的补休，你就按照一般的公务人员制度来，它仍然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人力不够的这个问题，我们政府不能推给消防员啊。消防局表示，针对保休的算法，会将意见提回去讨论，嘛承诺明年会开始开放基层参与消防局的防护小组，听取大家意见。记者陈阿文、徐凯台北报道。四大公投内底有一案是内地的公投议题，这个内地的议题有关健康，嘛有讲到敢会影响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但国内的进口商就表示讲，因为反内地变作反美地，所以美国猪肉即马进口量减到去年的一半，减存去年的一半，而且一卖也拢是无3百种的。那学者就分析讲，台美的关系要升级，签 BTA 进口品关税，这是紧早办的代志。呼吁咱台湾爱提升产业技术，这是有动头的做法。互国民党通过，无法度加入 CPTPP 的，大家知影无？安尼往来安尼紧张啊，袂去日本20%的关税，就输其他的国家。所以即摆有一个问题，甲美国。万一这个公投案过，无法度做较侪生意，赚较侪钱。无开放有10百种的猪肉进口，台美甲国际贸易关系感到受冲击。美国不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吗？蔡英文不是说有史以来从来关系没有这么好过吗？美国不是再三保证跟台湾的关系坚若磐石吗？最近还有支持我们加入联合国，会为了一点点莱猪就跟台湾断绝关系吗？就不顾第一岛链的重要性吗？怎么有这种可能嘛？内地公投互外界看这是上届热的一案，反方正方到大要继续战。蔡英文总统要表示，开放美地对台美重新启动天法对话有帮助。因为这届咱国要争取加入 CPTPP， 11个会员国拢开放内地进口，台湾敢有开放市场的决心？会员国会放大来检视，不过学者看法无同。事实上，美国现在不在 CPTPP 里头。第二个，CPTPP 里头进口我们进口最多的国家就是加拿大。重点不在于它是美猪还是加拿大猪，重点是这些猪肉呢，它有没有含莱克多巴胺，
以及它含量是多少，有没有符合的规范。台湾对今年正月开放内地进口，根据卫福部统计，显示到今年12月初，进口的猪肉占5%，其中加拿大上多，西班牙第2，美国排第5，拢无验出正肉精。进口商就坦白讲，反来济真做反美猪，互美猪今年进口的量减买去年的一半，而且境内拢无莱克多巴胺。阮的业者拢有认为讲啊，这奶子的问题对大家健康有顾虑。到目前为止，1公斤的奶子嘛无人进啦，吼，大家拢有收信量啊。在这个状况无解除的前提以下，吼，阮应该是袂阁进啦。专家分析，台美签 BTA 或者是 FTA 进口免关税是早晚的代志，认为台湾猪的产业要有南海策略，要育种，重视品质甲特色，才通万年永久。是因为按较会食较肥淡薄仔的猪肉，吼，按那3层的水，伫国外来讲，较无咧注重这方面，尽量要降低迄个成本，吼，所以这来讲就讲按有按家己的特色。我感觉苏克爱一个所谓的南海策略。而不是靠成本来拼一个所谓的红海策略。人讲树头搁好栽，免惊树尾做风台。台湾经历20多档的口蹄疫成功挽尖，到顺利抵挡非洲猪瘟。即马面对进口的压力，学者提醒，除了疫情，整个冷链技术甲多载的分级制度，拢得爱经完成，才通稳定国内介绍，也互台湾猪重新转来守出大国的位置。记者阿明清正派文夏桂林台北报道。镜头来国外来看，地中海岛国马耳他伫拜二是创全欧洲的大省，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允准个人有限度会当种大麻，身躯嘛当炸大麻，也阁袂使伫公众也有囡仔面头前使用。官方是认为讲安尼先做，颠倒会减少毒品走私，也阁反对者是烦恼讲未来毒品的问题会愈来愈吃力。大声庆祝历史性的时刻，南欧国家马耳他国会当地时间14以36票赞成、27票反对，通过大麻新法，是欧洲第一个准个人有限度正式并且使用大麻的国家。It will stop once and for all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eople who for a lot of time have been criminalized when they are not criminals. 新法准马耳他成年人上最会当种4丛，并且持有7公斤的大麻，也会当成立上最500人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大麻给成员使用。不过也是袂当伫咧公共场所使用大麻，也袂使伫囡仔面前使。违反的人上悬会罚500欧元，差不多大票15000。官员强调，新法会当帮助减少毒品走私。We are going to curb drug trafficking, cannabis trafficking, by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who make use of cannabis now have a safe and regularized way from where they can obtain cannabis. 不过，反对党批评新法会让毒品滥用正常化，民众有正反意见。I think it's a great idea because it helps people with pain and depression. Even if it is legalized, it does not stop the smuggling of the drug because only the smuggled product will only be cheaper to be more attractive for the buyer to obtain. 法案也会上总统签署，才算正式生效。其实除了马耳他，欧洲其他国家也打算要绑定大麻的使用。卢森堡伫咧10月已经宣布类似法案，不过议会也未核准。德国新政府是计划甲5、6用的大麻合法化。西班牙甲荷兰是无明文禁止成年人伫私人的空间生产或者是使用大麻。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美国洛杉矶有一间流浪狗的收容中心，要替流浪狗找新的主人，因想出一步是列出这狗仔的星座，互主人看讲主人甲狗仔的星座敢有合，敢有适配，成功引起话题，嘛真是有增加2成的认用率。这2只狗看起来，大家拢真古锥，到底是要饲倒一只呢？美国洛杉矶的维克森沃克斯收容中心甲网站架设公司 Squarespace 合作，
设一个人甲狗的配对年代，用星座来看是毋是有适配。 It's a fun, engaging way. People can kind of understand what their astrological sign is, who they, what pet they would best pair with. And so we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fun and unique angle to kind of raise awareness for this program. 工作人员无一定知影每一只流浪狗的生日，也佫用每工斗阵的个性来观察，经一个个人的个性较符合的星座，互因来做配对。自从10月中这个狗仔星座配对网站架设以来， 来这要申请领养加中途的件数增加20%。 Sometimes opposites attract. You could have a Libra with an Aries. Sometimes you want a dog that's similar in your personality. Like I mentioned, if you're like on your computer all day and you want a dog that's just gonna chill out with you, that might be best for you. 根据美国爱护动物协会的资料，全美国一年有39万只狗 因为等不到领养被安乐死，维克森沃克斯希望会当用这种方法提高领养加中途寄养率，救更加侪狗的性命。在这马收容所内面有30间狗厝，内面住175只流浪狗。It's really fulfilling to know that you are. It's really fulfilling to know that you are kind of getting this dog ready to go to its forever home, whether you have a puppy or a senior, and you're also just making them really comfortable. The shelter can obviously be a little bit of a not as comfortable place to be versus being in a home, so you're essentially saving a dog every time you foster. 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非洲的刚果的伦巴，还有秘鲁的在地民族做的初回技术，还有委内瑞拉的庆典，还有爱尔兰的拉英，拢包括在内。 结合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归路上的民众，知影讲当地有300年历史的圣母安包蒂斯塔宗教庆典，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伫上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上。同时，日本的也有秘鲁的亚马逊阿瓦郡族的草绘艺术，也有非洲刚果民族共和国加刚果共和国所共同提出申请的伦巴舞。Congo succeeded in having 5 national parks registered in the 1970s as natural heritage sites. But again, natural heritage. In terms of cultural heritage, nothing at all. And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are pushing to get the rumba on the list. 爱尔兰传统的拉英活动，今年也甲克罗埃西亚、吉尔吉斯、荷兰、波兰，也有斯洛伐克5个国家斗阵登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拉英在爱尔兰上早用的追溯到中世纪，也是爱尔兰第4个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的文化活动。总计已经有24个国家的拉英活动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认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今仔日温暖好天，高温会到30度。 也毋过拜五着冷空气会到位，北台湾会转做淡冷，全台湾愈晚会愈寒。若拜六上介寒，透早剩无10度。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7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4度。 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